有芋头仙草牛奶、炸豆腐，罗山村昨天手工现做的芋头好了，芋头仙草牛奶，几杯？再一个炸豆腐。再一个炸豆腐，保证新鲜食材。加一点 pepper 可以吗？很多。再多一 Are you 些 sure? Yeah. All right. So big. 你们认真 OK？这一份给你们，色宽娜，色宽娜，帮我们试吃看看，怎么样感觉如何 ？Is it good? 炸豆腐，客家话叫做破挑夫。好挑夫。对了，不要害羞，认真讲就那你对了。们猜英文怎么讲？ Fry 哎，多给你一块，多给你一块。哦耶！呀，希望你们吃的开心，玩的开心。谢谢。嗨，客人们，你看来鸦片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芋头仙草牛奶，这边也有炸豆腐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每都是。对，芋头我们叫乌味，客家话，我们咬住下唇，轻轻的乌味不会。 ，yes。然后仙草我们是咸臭，咸臭。对，牛奶呢？牛奶哦，你真是有求学的精神，非常好。牛奶，牛奶。哦，对，妈咸臭妈，牛奶。哦，这边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喝一口浓醇香，哇，喝到颗粒耶，那很好喝。几分？ 100分。哦，可以帮我们宣传，找更多的宁浩客人来找我们吗？我们可以哦，太棒了，给我一个抱抱。 Business is good. We have so many customers. 对，你懂我，宁浩听懂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赶快收一收。我们赶快收就可以去游乐园。大风 I 安都 can't 宁浩。 wait. I've been waiting for the amusement park all day. Business is good. We have so many customers. 嘿呀，这里懂好，宁浩听懂，我们才能快点收工出去了。